和你每次入賭場或者打開交易軟件準備買股票嗰一瞬間，係咪都成日喺心裏面同自己立下一條好似好理性、好安全嘅規矩？今日我唔貪心，只要將之前輸咗嘅錢贏返嚟，打平本金，我就即刻走，一秒都唔會留低。呢句説話聽落係咪好熟口面？簡直就係理性嘅化身，係自制能力嘅表現。唔單止賭場，你打麻雀輸咗幾百，你會同自己講追翻和就走。你玩啤牌輸咗一局，你又會諗贏翻呢鋪就收手。甚至你買賣股票帳面蝕咗，你都喺度等到翻家鄉就賣。呢個打平就走嘅念頭，幾乎係每個參與金錢遊戲嘅人第一個諗到嘅安全網。但今日我要話你知一個極之殘酷嘅事實，只要你腦海入面閃過呢4個字，你其實已經中咗賭場老細同金融大鱷為你精心設計最邪門、最昂貴嘅心理詛咒。如何？呢個詛咒比起任何千術都更加致命，因為佢直接攻擊你大腦最脆弱嘅部分，令你以為自己做緊理性決策嘅同時，就一步行向深淵。根據統計，賭場入面有90%以上嘅清盤，即係賭徒將帶去嘅錢全部輸清光嘅情況。根本原因完全唔係因為運氣差，而係因為呢4個字。點解想回本反而會加速破產？點解賭王何鴻燊一生唔賭？但最希望見到每個上台嘅賭徒都抱住呢種自以為理性嘅諗法。今日我哋唔講玄學，淨係靠數學同心理學徹底拆穿呢個害死無數人嘅致命陷阱。正式開始之前提一提，你呢度係由賭王智慧延伸出嚟嘅賭王財富課。我哋唔教你投機，淨係拆解頂級富豪同博弈高手從不外傳嘅底層思維、風險控制同財富規律。如果你唔想繼續做被收割嘅韭菜，請即刻重製訂閱同打開小鈴鐺訂閱呢堂課。係你喺金錢遊戲入面為自己做嘅第一筆最穩賺唔賠嘅智慧投資。好，我哋開始。首先講心理學上一個經典效應，學叫損失規避，亦即係輸唔起心態。呢個理論由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提出，佢做過一個著名實驗，隨機將人分成2組，一組先俾50蚊，然後話佢哋可以選擇賭一鋪，有機會贏多50，亦有機會輸晒。另一組就俾100蚊，但話佢哋如果唔賭就即刻扣走50。結果發現被賦予損失框架嘅人極度抗拒失去原有嘅100蚊，寧願冒更大風險去搏，即使2個情況嘅期望值完全一樣。呢個實驗證明咗人類對輸錢嘅痛苦遠遠大過贏錢嘅快樂，而且差距高達2.5倍。神經科學研究仲發現，當人面對虧損時，大腦嘅杏仁核會劇烈活躍，觸發戰鬥或逃跑反應。前額葉負責理性思考嘅區域就會被抑制。換句話講，你一輸錢，大腦就進入咗原始野獸模式，理性即刻掉線。而和你輸100蚊嘅痛，要用贏250蚊嘅快樂，先至抵消到呢種本能喺遠古幫我哋生存。但喺現代賭場同市場入面就變成致命弱點。想像你帶1萬蚊入賭場，一開始贏2000之後，賭輸本金得返8000。呢個時候大腦嘅損失規避機制全面啟動，
將虧損解讀為生存威脅，令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焦慮、憤怒、幾禍。於是腦入面嘅理性聲音會話：只要返到10000蚊我就走。呢個念頭看似止蝕，實際上係為非理性行為披上理性外衣。因為你設定咗打平本金做死命令，無論如何都唔接受蝕住走。為咗回本，大腦會合理化一切高風險決策，例如雙倍落注，輸100就押200，再輸押400，以為贏一鋪就翻晒嚟。呢個就係馬丁格爾策略一個必死嘅陷阱。又或者你會揀賠率更高嘅賭局，例如買大細入面嘅雙數組合，賠率高但概率低，企圖快速翻本。你越係咁做，風險暴露就越急升，最終一次失誤或者概率回歸，直接輸清光。最初你只係想避免輸1000，結果因為呢個願望太強烈，輸咗全部10000。呢個就係諷刺之處。為咗避免擦損皮，你揀咗跳崖，所以打平就走本身就係弊論。而喺流沙入面掙扎，越掙扎沉得越快。跟住講莊家嘅終極武器叫時間陷阱。賭場最驚嘅唔係你贏大錢，而係你唔上台。只要你坐低，佢哋就有收割嘅機會。而打平就走就係將你釘喺牌桌上，最有效嗰口釘。所有賭場遊戲都係基於期望值規則，為賭場設定咗一個微小優勢，可能只得1%甚至0.5%。呢個優勢細到你喺任何一鋪都感覺唔到，但根據數學嘅大數定律，當你玩嘅次數越多，實際結果就越接近理論期望值。10鋪運氣主導，你玩1000鋪，個人運氣被溝淡，你嘅勝率會無限接近49.5%，賭場就係50.5%。呢個差距必然令你本金被蠶食，而賭場嘅環境設計就係為咗放大呢個時間陷阱。佢哋鋪上厚地毯，令你行路冇聲，減少疲勞，而溫度啱啱好，令你唔會想瞓覺。免費提供酒精飲品，因為少少醉意會令你判斷力下降。天花板冇時鐘，窗戶用鏡面或者密封，你完全見唔到日出日落，連而家係朝早定夜晚都分唔清。呢啲精心佈局就係要你忘記時間，就知不覺逗留幾個甚至10幾個鐘，而打平就走。點樣配合呢？因為你輸咗少少，要回本先走，你就逼自己留低更長時間。只玩1個鐘，輸500，理性叫走，但個心話唔得，至少要唔輸唔贏。於是1個鐘變2個，2個變4個，時間越長1%嘅劣勢不斷累積虧損，由500變2000，你更加唔走，因為而家要追2000，咁就形成惡性循環。時間越長，虧損越大，虧損越大，越要時間，最後時間精力資金全部耗盡，被數學定律擊垮。同樣道理，喺股市幣圈日日上演。散戶買咗股票一跌，心諗等佢升返買入價我就放。呢個就係金融市場嘅打平詛咒。而股價由100跌到80唔賣，60唔賣，40開始麻木，20絕望，最後退市財富化為烏有。死吧！如果佢喺80或60肯止蝕，至少保住大部分本金，但因為執着於打平，錯過所有逃生機會，理解咗呢2個陷阱，點算？頂級博弈者同長期生存嘅投資者早就建立咗一套防禦，
體系就係賭王親傳嘅4大生存鐵律，和呢4條鐵律全部用金錢同鮮血換翻嚟，唔係教你贏，而係教你唔輸。而喺財富遊戲入面，唔輸往往比贏更重要。鐵律叫籌碼絕對隔離，永遠唔好高估自己嘅自控力。你必須喺上台之前，喺心理同物理上將資金嚴格切割，再去博弈。嗰筆錢要當作已經輸咗，即係建立100%虧損預期。呢筆錢無論結果點，都唔影響你生活、供樓、供車、仔女學費。舉個例，如果你每個月儲到1萬蚊，咁你最多只可以攞當中你完全唔介意輸嘅部分，可能係2000蚊，而唔係成萬蚊掟落去。當你將佢分離出主要戶口和放入一個獨立嘅現金袋或者另一個證券戶口，你要同自己講，呢筆錢已經唔屬於我，我只係用一筆歸零嘅資金去交換娛樂體驗。只有咁樣，你先至可以喺面對損失時保持從容，冇急於翻本嘅心態，反而冷靜執行策略。真正嘅職業賭徒，佢哋會帶幾個籌碼袋，每個袋裝住唔同場次嘅限額。呢個袋輸完就收工，期先絕對唔會掂下一個袋。一旦呢筆隔離係資金輸晒，唯一要做嘅就係即刻離場，絕對唔可以動用任何後備資金，包括你銀包入面嘅八達通、信用卡，甚至手機入面嘅轉數快。好多人失敗就係因為冇隔離，輸完1萬唔忿氣，再從銀行轉1萬，再輸，再轉2萬，結果無底洞式補倉。股市都一樣，本來用10萬跌咗，就從儲蓄戶口甚至借錢加倉，所有錢都係預備隊，最後全部送死。高手一定設資金防火牆，輸贏喺隔離區完結，絕對唔俾火勢蔓延到核心資產。記住，自控力遠比你想象中脆弱。酒精、疲勞、群眾壓力都會令你破戒，所以物理隔離係唯一可靠嘅方法。鐵律叫動態硬止蝕線，絕對唔設回本線。永遠唔好以本金總額即零做離場標準錢，因為咁樣等於冇意設本金線，只係心理參照物，對未來升跌冇預測作用。你必須喺開始前設定硬性止蝕比例，例如本金輸咗30%，就無條件清倉走人，或者你承受能力低啲就設20%。和呢個數字嘅意義係強制中斷你回本嘅幻想。當價格觸及止蝕線機械式執行，無論你幾唔忿氣，幾覺得就快反彈，都要強迫自己離開。點樣設定呢條線好呢？有經驗嘅交易員會用平均真實波幅去計，但普通人最簡單就係用固定百分比，且要用到價即走嘅條件單，唔好俾自己有任何手動猶豫嘅空間。呢條鐵律背後係高級智慧，及時認輸，保住剩低彈藥，先至係最高級嘅生存策略。所有虧損都係市場俾你嘅信號，話你知判斷有偏差或運勢唔喺你度。收到信號就暫時退場，重新審視，而唔係硬頂軍事學，有保存有生力量原則。戰局不利就果斷撤退，只要主力仲喺度下場仗有得打，為守住冇意義嘅陣地，拼光兵力之後，所有仗都與你無關。本金就係你嘅士兵，形勢唔掂就要帶剩低嘅撤退，而唔係命令佢哋繼續衝鋒去搶翻之前輸嘅旗。
只要本金仲有就算一半，未來機會嚟到，仲可東山再起，本金歸零，你就徹底出局。好多散戶就係唔明呢點，覺得止蝕等於認輸。其實止蝕係主動權嘅體現，你選擇咗撤退嘅時機，而唔係被逼斬倉。第三條鐵律叫強制時間限制，對抗疲勞降智。呢條可能最易被忽視，但重要性絕不低於止蝕。大腦唔係機器，震算能力同意志力會隨時間斷崖式下跌。心理學研究顯示，連續專注超過90分鐘，決策錯誤率會上升40%。長時間專注排面或 K 線，大腦陷入疲勞，決策質素急降，忽略風險，對概率遲鈍，易受情緒支配。呢個就係決策疲勞。老闆深諳此道，提供免費飲品，冇槍冇時鐘嘅環境，就係要你忘記時間，令大腦喺持續刺激中失效。三條鐵律就係最簡單有效嘅對抗方法。進入博弈前設定硬性時間，例如2個鐘，而且要用手機校定鬧鐘，甚至揾個朋友一齊互相監察。無論呢2個鐘你係大勝定大敗，無論距離打平仲差幾多，時間一到就必須即刻起身離場。就係軟件。點解贏緊都要走？因為贏錢時時間到離開，你帶走利潤，強化你對紀律嘅認同，同時防止驕兵必敗。但最考驗嘅係輸錢時，時間到呢個時候尤其痛苦，但正係考驗紀律嘅關鍵。如果你喺輸錢時依然執行時間紀律，你就真正掌握咗對抗時間陷阱嘅能力，中斷惡性循環，唔俾大數定律繼續發揮，保護本金。離開後大腦休息，恢復清醒，翻嚟時視野更清晰。記住，短暫離開唔係放棄，係戰略調整。好多職業撲克選手都係打1個鐘就起身行開飲杯水，遠景等心跳回復正常先再翻嚟。呢個就係高手同散戶嘅分別。第4條鐵律叫將執行紀律視為主產品，錢只係副產品。呢個係根本思維轉變，區分職業玩家同業餘賭徒、散戶同普通賭徒腦入面，淨係諗今日我要贏幾多，以結果為導向。贏咗自認天才，輸咗自認廢物，情緒隨賬戶波動。呢種狀態最容易犯錯。我見過有人贏咗幾鋪就覺得自己係賭神加大注碼，結果一次輸翻晒；亦有人輸咗幾鋪就亂晒，大龍胡亂敘數，結果清倉。頂級職業玩家同投資大師，佢哋關注過程，關注紀律執行。今日係咪嚴格遵守資金隔離？係咪觸及止蝕就果斷離場？係時間到喎，時間到就起身。呢啲行為本身先至係佢哋嘅產品，係唯一需要負責嘅事。至於今日贏定輸，只係隨機產生嘅副產品，惹唔到。只要確保自己完美執行晒風險控制計劃，冇犯情緒錯誤，即使帳面虧損，佢哋都滿意。因為從長期概率睇，只要堅持活得夠耐，唔犯致命錯誤，利潤自然會喺某個未來降臨。呢個思維將控制權從不可控嘅運氣，而交翻俾可控嘅自身行為。你控制唔到下一張牌係莊定閒，控制唔到聽日股票升跌嘢，但你可以控制落注金額、止蝕執行、時間管理。當成就感建基於可控嘅事，心態就異常穩定。再因為一次半次輸贏而大上大落，
擁有長期主義視覺，好似企業家經營公司，佢唔介意某個月利潤波動，佢關注財務結構、現金流、風險敞口。你喺排桌或市場嘅每次出手，都應該基於風險控制市東係咪正常運作，基於我覺得呢鋪會贏。你可能會諗，呢啲鐵律淨係適用於賭場。如果你咁諗就太少睇佢哋。事實上，漏酒嘅詛咒同呢4條解藥影響住現實財富世界嘅每個重大決策。睇返股市幣圈，每日上演同樣故事。和有人買咗垃圾股，股價跌，心諗等升返買入價就放，呢句誓言成為幾年嘅金剛箍。佢眼白白睇住其他機會，資金被鎖死，只因為唔甘心蝕住賣。更諷刺係，有時股價真係反彈到接近買入價，佢又貪心想再賺多啲，結果股價再跌，一去不返，錯過逃生窗口。成功投資者買入前就規劃好賣出條件，絕對唔會係買入價。基本面、技術面、市場環境嘅變化，佢哋冷靜認錯，果斷斬虧，讓利潤奔跑。佢哋明白錯誤係交易成本，控制唔到避免錯誤，但控制到錯誤發生時嘅傷害。呢個就係賭王所講嘅及時割肉，保存實力。再延伸到人生選擇，打平就走，心態無處不在。好多人做唔從意嘅工，或者喺唔健康嘅關係入面，早就知有問題，遲遲唔變，因為佢諗，我已投入咁多時間心機，放棄就白費，至少做到唔輸唔贏先。呢個就係沉沒成本謬誤。你過度關注已付出而無法收回嘅成本，忽視未來機會同當前損失。你為咗打平過去投入，結果搭更多時間、金錢，錯過更好可能性。真正贏家喺人生不斷進化嘅人，都懂得果斷止蝕，發現方向錯，唔會因為行咗好遠而繼續行，即刻停，甚至翻轉頭重新揀正確道路。因為喺錯誤道路奔跑都冇用，只會離目標更遠。你睇下身邊有啲人，明明份工冇前景，公司裁員潮就嚟，但佢仲係死，等公司賠償，等市道好轉，結果等到40幾歲先失業，到時仲難轉行。前磨，如果佢早幾年就止蝕，攞住經驗去進修或者轉行，今日可能已經另一番景象。呢個就係人生版嘅打平詛咒。而家翻轉頭睇開頭嗰句，今日我唔貪心，只要打平本金我就走。你應該有極高警覺。佢好似海妖歌聲，聽落悅耳，實則引你撞礁。佢利用大腦對損失嘅恐懼，將你釘喺唔有利位置，不斷收割佢，令我哋忘記博弈本質唔係輸贏，而係風險管理。財富累積本質唔係一時暴利，而係長期生存。賭王何鴻燊一生見過無數賭徒由富變貧，想回本以輸掉人生。佢最清楚喺賭台上懂得適當時候割肉止蝕，保住本金嘅人先至係真正贏家。唔係佢哋每鋪贏，而係佢哋懂控制虧損，保留實力，等待下次機會，而唔顧一切想打平嘅人，最終都被執念吞噬。呢個道理放喺股票，放喺創業，放喺感情，全部通用。今日呢堂課唔只教你賭場或股市操作，建立對抗人性弱點嘅思維框架。核心係接受不確定性，接受虧損係遊戲一部分。當你能平靜面對帳面浮虧，
當你觸及止蝕線時，冇情緒咁賣出；當你唔再將每筆交易當作必贏戰鬥，而係當作執行紀律嘅過程，你就真正擺脫韭菜命運。所以下次入賭場或開交易軟件，心裏默念4條鐵律：籌碼隔離咗未？止蝕比例設好未？時間限制定咗未？此刻和今日可唔可以將執喺紀律當唯一目標？如果你堅持，即使輸咗細數，你都係今日贏家，因為你戰勝咗內心嘅魔鬼。如果你將呢個思維應用到投資事業、人際關係計，你今日收穫嘅財富將遠遠超過任何一次賭局盈利。記住，真正嘅財富唔係贏幾多，而係你可以輸幾多次，之後仲有本錢企返起身。多謝你耐心睇完今日嘅賭王財富課。前我哋講咗損失規避嘅可怕時間陷阱，點樣配合數學定律，以及4大生存鐵律嘅具體操作。呢啲內容凝聚前人用金錢同教訓換嚟嘅智慧，希望你真係吸收同運用。如果你覺得有幫助，請留言分享感想。你嘅打平就走故事，記得訂閱頻道同開小鈴鐺，唔好錯過未來更多財富思維同風險控制內容。下期再見，企業家，我祝你喺人生每次博弈都做出最理性決策。